悠爱忧匆匆的心事，强强空的该按公度，想爱条条老你讲也早故事。条悠爱忧发酵的心事，总得打杂一出一落，一早早的暗讲，不是按心说。发酵以后就天亮，医疗暗讲，天父轻便是紧冲，将颜色混水含含，等你是心酸爱，老老交交归通旁，等开红条油啊伫面向。匆匆的心事，强强空地该按公度，想爱条条老你讲也早故事。条有爱有发酵的心事，总得打仗一出一落，一早早的按讲，不是按心说，一早早的按讲。是安心说。内长。卡啥？礼服要带几起嘛？哎呦！唔是啦，迄带过去的吼，都是这结婚的，以后再带上了，感冒寒呢，就看一下就好了啊。好。草啦，啊，其他的东西全部看好的嘛？好诶。哇，师傅这里都按好些，你真是鬼厉害哦。卡啥？阿爸吼，迄套雄壮的呢，唔是讲嘛厉害。卡萨木族哦，抢看一档，吹歌做马班都唔得实拍。讲的嘛会发，阿爸人不会动，哪有可能会实拍啊？好了，没问题啊。妈的事情啊，吼，总讲啦，妙嘛个妙啊！卡啥？啊？走啦。哦。有一件事情，想要同参详一下的。讲啊。就是我有答应总条家，我同老婆结婚过后，我会将一个来相助，做得冇？马给啊？唔讲马给啊？弄做单的啦。卡萨，听来讲啦，本来中头家係希望神發半記者，不過阿發唔係，催眠就會想出安尼嘅辦法，共用一步嘛。叫伊再来相助，哈？安安尼唔敢要单纯呢？啊样个呀？我可能叫你好嘞啊！再讲加一个，好，刚来问，啊现讲的几只，啊现相仲也现相唔，我弄我遐啦，这种事情哦，侬做在钱财应好的呢。卡桑，我笑啦，来同老讲，听说我讲改道改道嘅来嘅，将伊个
伊个想总如何咧？安尼分脑壳，没做你有交代啊！好啦，错啦，卡桑，唔看松子，身材暗吼，听错吼，归为强啦，错啦，卡上来同讲，去脑壳哦，这有改嫁哦，改会说哦，你条改胎的，听说改会强的。错啦，卡桑，好啦，卡桑，好啦，卡上，像一个想总。啊，好啦好啦，能量的。阿爸，基本年吼，我同阿姊冲去台北行行啊，行到我头脑昏昏，台北吼，真是无事行来年，我拄唔掉。假使讲伫咧台北拄到某个困难，随时做对归来，对吗？对啦。伊啊吼，一定我会台北出头天。看巴里马斯。家早下来休息，俺来就唔吵你啦哈。早来上。好啦。先买，田不运送来给播家私盲听，还卖唔对，先不用重复。哦。太买，蒙头19万。哪有看？神法中人嘅钱啊，记下期末数嘞，你去数转来。那去哦，好啊，竟然欠面斗钱，那去好好修理去。也去控福之板我。啊，乜嘅意思啊？串数，越数会欠越多。用喂，多少？我听说过公私分明。那你唔知，你头脑度有公私分明也计法。多少？好啦，为公私分明就好啦。给转。天妹，来。处事嘅事情，但是迄些马会伫做，唔去调试很脑壳也好。有乜嘅事情哦？无啦，就按叫唐人讲啊，神法中人欠丝啊，我就想很脑壳去谈一下的咩？欠那种事，好管人来讲钱。那咩唔知啊，不过神法做嘅迄公家生理啊，应该要运动咩？照你讲迄案例，不过亚下时局乱，公家生理迄唔系正经运动，还伊难讲。安尼哦。我哪有个转来，你会讲啦？啊，伊是啥物时阵来转来啊？阮头家最近为着这个钱，真正是无限都无言无语。是安怎？什么代志？创伤来抢钱啦，生发拄好无找。哪个？阿姐，你嘛来哦？系啊，我足久也无领到钱啊咧，我今日吼看有领到钱无啊？生发一定是想无闲啊啦，无要紧啦，伊真紧就会转来啊吼，错无迄吧？妹妹讲唔清楚，今摆时就要转。好啊，安尼阮就做到等伊啊。对啊，等看伊当时会转来啦。无，恁先啉茶啦吼。歹势啦，啊是讲吼，恁一直伫遮等嘛，毋是办法。无安尼好无？今仔日恁先转去，啊等神发转来，我随叫伊送去互恁。啊，你是啥？我哦，我想起来，伊是本营商行迄个老华小姐对无？对啦。啊，银行的大小姐哪会来伫遮咧？是阮未来头家娘啦。哦，头家娘哦，是安尼哦。咱当然嘛要未来头家娘吃面子的，对无？好啦，啊，记着你遐讲啊，我嘛无意见啦。好啦，面子做互你啊。多谢啦，多谢啦。顺行哈。歹势呢吼。歹
歹势啦。老哥，阿姐，你讲的话哦，我是相信啦。啊，不过迄钱哦，愈来愈薄，我唔知要甲迄个五头家安怎算啦。这件代志哦，你一定要甲我一斗3工啦。你放心啦，阿姐，我一定甲伊处理啦，吼。安尼我先转去，吼。好。天发，什么妈嘅事情？你迄伫要讲？哦。先错。迄绿色球的问题啦，已经删去的钱无下落去。哈？你有安尼啊？伊也毋迄公家单位诶。根本唔清楚。安泰嘅事情，也全唔知。甲沈凡用甲啥？伊遐惨的，米调钱调都无影无影，但迄份迄毋老白，毋老白抢走得先欠顿。做唔对啦！那杜上讲做生意欠钱欠钱，会无信用呢。有冇叫硬做得天水冇？还没根本记啊，但是米爸就讲唔是。又来咧，大白就咁麻烦。沈爸，沈爸，那好。沈爸，快杀！沈爸，出去。乜嘅事情啊？先出去。哪里啊？沈爸，哪个？快手！快手！几弄嘅啊？没问题。没无限。唔应该啊！无限去解啊！唔是差记，安尼咁做的。哪个？手！快手！猫不错了，你就错了哦。没乜必要。走啊！赶紧从你那边条款啊，以后嘛给哦，那就好嘛给了。哎，名字来比赛啊，款马啥，好卡点。好，来。看哦。啊，走嘞。哎，要饭啦。要去毛给啊？要去厝头去啦，吼。基本嘅吼，好甲个先生讲啊，
本品质，大家嘅主堂去吼，伊就有可能通会倒上的哦。带你去糖豆，好啊。你拍便宜。好到佢先生，怎么个会偏爱啊？不过先生们有讲啊，唔知乜嘅关系啊，唔要打啥都有效果啦。他永远长底有好冇好？我吃贷款啊，譬讲有效讲哦，我要本先生看一下，譬就多嘅内容啦。咁麻烦，偏偏拍大龟。当然当贵啊，嗰行水嘅呢？这种冇可能的事情吼，人哋就冇想起啦。唔就安尼啦，有暗号嘅消息，唔免冇欢喜，死得的钱，平时就做嚟通会到呀，有乜会困难的呀？阿斌诶，上班还这样的病不用等来啊？几片啊？哎呦，饭菜够了，我先吃。还这么多？那我手机先过夜哦。就那么的。也去出堂去啦，基本上吼，好到个先生讲，本品质带下个出堂去，佢就有可能通会倒上的啦。压条钱，没问题啦，啊。还唔定个呀，拿出来。拜托，总然嘅生意暗好，咁就差一些啦。中式曲嘅等你无去啊？啊？还唔定个呀，拿出来。拜托，总然嘅生意暗好，咁就差一些啦。中式曲嘅等你无去啊？啊？伊啊，因睇上，业绩、付款，我有编出来，生发中原账会帮啊。等你冇诶，冇个意思啊。你爱连仓库地步总怪你无爱啦，钱没那么多，想买钱哦。我还要分去。慢点点，那是涨来的钱。公家机关没办法讲。唉，万岁啊！快啦！只有剩余几多人来偷钱，那我靠手机完蛋，人人讲我送钱过去。那我讲，那我同那件事情有乜关系呢？其实唔盲讲唔给补尿啊，又没冇关系。好啦，唔是笑啦，有奇才哦，总条家唔会款等去死啦，啊！一家处理就好。我讲出堂迄个事啦，平时个学费，唔系用材料叫嘛？还没问题啊，人在想，伊冇有办法啦。唔讲个办法，会唔会会动动伊啊？暂时先安尼，
过几年再个打算啦。要生洗米了，并唔用过去皮包的，较大钱啊。这讲嘛个啊，三副做得动迄无？做对啊，做停金东点个哦，有当地啊，大家都前庭啦。嘿，做嘛个啊？结婚金子，哪会动哦？会无头总送子的。我乱讲，也爱签字的。当迄个东西，唔要做得煞几来。天半夜东点哦，神奇。土地做得无啦？做对啊，不过，我说转来做嘛个？唔觉得冇钱咩？人要同工也爱签字的，有钱哦，来你煞几来？我错，你熟悉东点无？有啊。因为普罗给，人做的哦，老运桥，他大个例子了，啊。辉公，都这样了。哎，算了，迄欠去多啊，连市场茶都冻退了。无当做唔得，差不多暗茶30几班，都係半年前的30人。关做一下就差不多。差不多700人班啦。啊？哎，你要省力干嘛做安排啊？哪有啊？佮因为梁社区哦，还有3期的钱无本来啊，还有2年末的个货价起来都差不多的。你还太小心哦，要再增负啊。哎，不过吼，哪有东西好动哦，随意好留。你讲嘛呀？你无想爱懂东西，懂东西的钱，敢哪万元？你记在梁社区，俺哋要倒安尼啊？哎，好了，你是讲不爱谈啦，换个事情了，啊。卖个屁啊啦！你今日一定要把钱寄出来啦！对啦。哦，哎，先华，好啊！看到啊吼，先华，啊你安尼变嘛毋是办法啦！啊你欠阮大家钱，你是当时才要还啊！你今日一定要将钱还阮啦！快些啊，太搞快些啊！先听来讲啦，以下事情啊，有一些麻烦。原来生发状元上大的客户就是纽食局，纽食局就讲，因买这酱鸡啊，拢是送去互阿兵哥食。啊，即马外口的风声，你看是真的。因讲战争就要结束啊，所以粮食局咧等的愈忙咧，进前的钱嘛毋知当时才通落来。啊，怎么这政府哪会无守信用啦？对啊，哪会安尼啦？对，啊，你意思讲你欠阮这钱就是无要还就对嘛？没啦，我以后又免冒钱，只是我的钱拢去互粮食局扣掉的，请大家给我一寡时间处理啦。啊，你是要搁等偌久啦？对，啊，伊若要无付钱咧，啊，阮这是安那食水毋晓？对啊，我同他有保证啦，就算粮食局钱无本来，我要想办法帮太家，抢太家，本来是个事件啊。
我即马手头有甲因写合约，我即马要找因理论啦。啊，你要去找政府讲，死路一条呢？对啊！嘿，这个什么政府啊？伊10条性命去，剩无半下等，你敢知？阮大家拢听你啦，但是你真害阮啊！歹势啊，大声太假。我相信哦，有你行天下，我一定好好甲因讲，好不好？即马我手头，跩现金是我所有的钱啊，我会先还给大家啊。歹势，请大家给我一寡时间啦，歹势啊！祥发，麻烦双盆太假。奶奶请迄本总票价啦，看伊会处理。要什么？怎么样来啊？那件事，原本同总无相关的。啊！你一个人去是对啊，唔对啦？按上去出事啊！来看哦，诉讼要留钱哦，唔是法的啦。刘邓聪明审法，卖棺材好嘞啦，啊！喂！正发，你讨厌讲好无？连想要去相亲这桩去，啊？安尼也无愈好行，摕到的钱，迄个当迄结婚的同事本来。但今年讲了海戏，我帮你做起来呢。俺拢不是两岁叫我塞你，跪去啦！阿婆，阿婆，讲的啦，哪会天数上办法啊？是吧？俺唔对，那有可能还迄种条件揣无？哦，来条街啊，等下。条街，条街，下班无我请你啊。俺唔对用，俺讲唔洋气，在下边咧讲叫伊松死。松死？班主任做乜跟人讲啊？发生乜嘅事情啊？天芳，你听人讲哈？梁世桥吞蛋的出走的，是把伊一起给的。哪个？改到什么很转了？改去。哎，来吧，唔使去啦，哪个去就好了。正发，正发，哇，你好了，正发，路上还唔转去。永时曲的事情，原来是的，金钱都无通到奉上嘿。事情就会铁脚的。蒙摆迄管宗教天数的，但是亚哈路。管宗教，管宗教迄金门的啊。这只管宗教嘅黑曼人，我也唔知。唔敢有拜托管宗教搞这本，该通到的时间，伊做入去金门的啊。告诉你去冲中印，按重游。迄个老管宗教大好关系，佢顶做乜老年小嘅成嘅总管，一个唔发到，迄年规嘅小嘅唔出唔识差，老板结束，真正可能会输，唔係講老一條，就可能去談入去，唔係會做安多中國開始起價。那麼多糧食扣嘅錢，唔一下安算了。你亞搶咗你幾下丈夫買戲啊？要安排，上多很簡單，咁咪有人拿錢嚟買中國。老輩不加，一下醫院去幾下班，有錢都買唔到東西嘅，地方嘅人都會拿東西來換。就算拿到會換到東西，還會攞東西買起來換錢。做生意有搶唔到上嘅，很簡單嘅。
多少？唔是小啊，爱买天麦啊。错啊，哪要买啊？说，太甲强下天数，听说卖摕。系啊。较好些些啊，哈！你较声音啊，较声音哦。来，较声音啊。总共100个7块，啊那袂落来。大家听我讲，太甲强下天数，听说做地老梁是叫个中华卖枪枪啊。错啊，卖枪枪，卖枪枪。安尼，有麻烦太家，多谢太家。好，太家多谢啊。水含含，等你是心酸爱，老老交交归通拍，等开红跳油啊伫面向，跳油爱又匆匆的心事强强，空地该按公度，想爱跳跳老你讲也杂故事。爱又发高嘅心事，总得打仗一出一落，一扎扎嘅暗讲，不是按情说，一扎扎嘅暗讲，不是按情。用不安尼啊，谈1万多。安尼要付唔差，无大约嘅。当时讲唔够啊！要换物件哦。是哦。我一干柑仔会使换无？会使呀。我甲你柑仔甲你换。换一碗面啊。大个呀，头家当时要换薪水互咱呐。伊讲这2天会想办法啦，绝对互咱啦。啊，到底是要等偌久？等足久啊呢，挡袂牢啊啦，开金来的啦。他讲你在问业绩的事情，开了处理啊！哎，什么？等下一下。那个梁顺的货款量上也无钱的咯，有乜问题诶？哎，我通讲哦，我身的3成数的嘞，有影没啊？看来真的啊，梁世桥出单的啊！你看，那货全体呀，也下嘛又付唔差，快些啊！想到意思啊？还欠没钱哦，可能还要段时间当做咧玩。段时间？佮做工也包唔钱诶？没啦，你是讲真钱啊？讲咩？快点讲话啦！我安尼讲唔对哦，迄唔是花阮的工钱啊？对啊对啊。错啦，大家唔是少。要钱哦，有一部分系大家的工钱，就是，快些啦，中央地保哟，你唔欠发工钱的。也听讲哦，正日咪删，还记得冇？之前人做比到梁世桥的案呢，闹乱两3边面，也哈，电脑本梁世桥咪到了，也个沙飞哦，真去抢走的相信是假，所以我们就相信骗你。错吧，如安尼。唔好啦，也钱哦，我无关紧，先去处理本一家人。多谢你啦。歹势啊，大家，工钱拖遮久才互恁，即马我会先一部分互恁，啊，剩的我会尽量去趁钱来还啊。大家，台顶唔要动辛苦啦。对啦，即摆外口乱糟糟，这毋是头家你的唔对。错，咪听错听。头家开始讲啊，你是一个好人啊，啊，毋过规家人嘛食饭啊，对无？该当然的啊，兄弟呀，生发状元，生意无卖好，大家唔免留来陪我啦。眼看安尼啦，总琴，等一下同太家讲哦，大家会使去找新的头路啊。剩的钱吼，我会尽量趁钱，啊，希望大家多谢。生发状元会输脱？很有可能哦，哎哦，唔会变去状元，还要继续做跳油。安尼问天数看做的？错的啦，总琴。个富翁哦，讲的无唔错啊，也下最重要的哦，你个太监有饭好食啦。
宪法终于有模仿，又唔想阮条路啊。宪法子，我工钱先不记得了啊，我喊高德。条家一定有办法解决问题。重庆，我生意做啥啊？安尼我嘛继续留落来，我嘛先来做代志。多谢。头家，我实在只想要甲你斗相共的，啊，毋过即摆找现赚的头路，歹势啦，我要先领钱。歹势啊，我知影。宪法，无你先算本意啊。阿错啊，等一下直播一年哦，你要算一下的。叶弟，我今仔日找一个现领的工课，啊，欠我的工资，我伫港口来提。多谢。歹势。孙爸，真嘅无简单哦，做条家做得冲下咧，行到十几步，很多人哦很难天数咧。我买啦，我听说唔会中戏啊。啊，错啦，也系中国保存期很短，我用到防腐剂，喺无才能快得，总能买钱了。防腐剂，唔敢袂使。我同讲啊，我唔买我吃咁唔会使的东西啊。我注定唔安尼讲，干巴对呢？其他哦，我无法让天数的。错啊，我欠唔得钱哦，快些啊，可能无人交还。唔怕啦，王泽咯，我中原马打算属于来啊，这条钱哦，唔是万的啦。你用做得安尼哦？唔之前要让我天数过100，一摆吼总系万的啦，很大平过啊，啊？小啊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新瓜出来了。哎，天机啊，天机啊！哦，恁逐工拢咧遮是无代志好做是哦？啊，免讲遐济啦，你叫鲜花出来，欠我的钱就还阮就对啊啦。查甫人家做就假担当啦，莫收拾旧仔囝味客啦，钱摕出来就对啊啦，对唔对？对啊，还钱就对啊啦。奇怪呢，啊要找伊，你甲我动要创啊？我细万哦，我唔是吴新华。行。喂，安怎啊？叫鲜花出来，还钱就对啊啦。对啦，钱爱摕出来啦。是安怎？我会替恁叫啊！我有给恁钱哦。哦，啊是你要给我钱，请我来帮你讨销啊！好啊，钱摕来啊！来，钱摕来啊！讨债嘛洗目睭啦，这我万记的所在啦。哦，你若是好打，搭你试看卖啊！我就当作哦，你是贼仔，还是强盗啦？叫警察来，把你开枪啦！闪啦！今暝去学校，欢喜无？啊！哎，今仔模行一条伊妈去用啊，先处理拢要过中人啦，还唔记得走啦？有啊，拜托因来咯，过多摆，像因能碰下一些事件，我们想办法。想要去办法，想到吗？做恁娘呀，也抢做的哦，我也在中国啊，还有莫咪，不过小个家私哦，莫问其他种人啊。我容易係萬人嘅中國嚇。伊迄講啊，
晚票签啦，总已经退工厂啊。也好，昨日卖出去啊，搁创业啊。做退工厂咩唔怕啊？中华这边多钱，还没给我清楚啦。哪有按怪啊？大件嘅米线无强用啦，伊就做乜去买领东西？家私啊，人落到听说有人买。是真啦，不过也拜托啦，先处理那杯给中人啦。这锅里菜袂歹吼。嗯。哎，阿哥，哎，阿你姐，哪来啊？阿姐，嘿。啊，我有讲过啊，要摕钱互恁啦。哦，嘿，啊，五头囝来叫你还钱呢？毋是叫我来的啦，啊，这是我的师客。恁莫生气哦，生发吼，嘛是互迄个梁氏桥害的，拢是政府的毋对啦。来，你这钱哦，我袂当收啦。我知影这无够啦，啊，不过恁先收落来，安尼我较安心，好无？啊，等那五头家看起来做金架头的，啊，哪会甲你都安尼拖落去？甲这种人做生意哪有意思啦？你钱收起来，我来找讨就好啦。无啦，毋是，你搁予伊一点仔时间好无？拜托啦，剩的钱我会搁想办法啊。拜托啦。啊，老的，看哪有顾小姐安尼讲吼，咱就该先收起来呀。哎呦，哪有小姐，你安尼做红感觉吼，袂输恁本营商行吼，咧替这生活政府吼咧做保咧，啊，恁岛上敢知？这跟岛上无关系，是我家己的意思啦。安尼我更加袂使收啊！迄你的意思，到时阵恁岛上来问我是要安怎讲？袂啦，伊会甲你讲啦，拜托啦，姐。哎，那个。头家，喝茶。好，去干啦。哎，刘老家，人家关键嘅工厂哦，最后变头牌啦。迄咩人来讲嘅强用，有枪有威神，东西哦变成绝对冇问题。嘿啊，亚中原的中国的米线爱亲中医啊，爱看爱啦吼，跟野中国的这全部买本来又有啦。有样哦，多谢刘头家，多谢。俺的亚哈，你小冲按台风引落天师，多谢。这田国人哦，你是很明，中国全部人来送过来。哇！这批房吼，人来下笔清楚，今后师傅来讲下来。批房？对啊，跟武汉拜哪一样公办有米线啊？嘿啦，是吧？冇问题。咩啊，刘头家？你咩唔错嘅？样啊？俺哋吼做你参详以下嘅，俺喺你继续做俩推工厂，假使好讲啊，佢批房做你本来留下来冇？爱一家庄园跟人数都有拉咧，我很爱修建工厂哦。哎，赵生，爱看伢朋友迄咩阿丹嘛有问题啊？唔咩啦，你就人坐一下，俺去参详一下吓。好啦，係誰啊？小哥。小哥，哪个问题？也冇幾多生人做得生太量了。係靠你下啦，靠你嘛該喏，一幾筆真難得呢。遐你講冇唔錯啦，但係批房下邊嘅又係傳下來，做兩年啦。係啷個講啊？公司硬買5年了嘅時間咯，忘掉間啷個講過？錢吼最實在，其他嘛嗰種冇重要，嚇？啲啦。上一下，小哥，你坐一下，你睇啲古嚟。我先嚟看一下。冇眼你去拜託下邊呢，好冇？冇聽眾熱氣啊，買就有錢的呢。咱記也得看板啊，無價。
千金不换。也后面家传的技术，迄班机的米是免挨的，迄遮耐用的，买唔得。顺发，我去拜托佢啦。从唔得安尼啦，我想一下，听这个其他的判犯，错，我还要检服做你买。安尼好哈。坐定，人袂中戏啊，人袂中戏。顺发，冇问题啦，嘿啦。哎，来咩？来咩？有先攞去啥？你條價係上好嘅。呀，個批房哦，做唔嚟買啊？面上看啊，看還有其他嘅判法無？假使哦，真係好講啊。小生，伢朋友冇買就算了，都係家裡用嘅時間都唔俾小家。小家，我提醒啊，你將你做幫出嚟，留啲批房就好嘅，買啊啦。哎呦！哎，這可以啦。你有看到那個上無啊？唔對啊。用喺度啊？那個上唔見鐵的啦。阿娘啊，那個有地方去呢。就安呀嘞，佢要去哪呢？最面看到那個乜人啊？你講安尼來無？这拢爱怪你啦！啊，你无钱好还我，啊，哪个小姐吼，家己的塞卡钱摕来我，我才知影这钱哦是头家下啦，我袂当收啦，我就是要甲摕钱来哦，行医哦，我毋才知影甲打袂转啊。头家，万奈钱无，万一查到看看咧。条家，危險啦！條家咯，你咪走開情況咧。你该不会做我们抽查的啊？唔是說啦，那有可能一旦個社會無強用，動錢，有事情啦。本營大小姐，啊，你人欠阮的錢呢？你到底是要贏啊？我選到那事啊，錢要緊選緊到的。阿爸，唔講我買天，今日你我用過年嚟啦。你就按跟我說啦，這批房做買啊，乜個事情都冇嘅咩？而家當然買田買地買房嘅。黑粉，你講乜嘅啊？長年同偏見斷不開。對幾位開始，不要雙紅，人生吧，冇任何關係。一缕云，慢慢慢慢随风笔，一条路，点点点点等一飞，你都来，来来来来。